求主会当伫伊的慈爱内底落一寡雨水互咱。咱若是伫主的面前悔改，真心敲找伊，主永远讲，这地百姓若是自卑、祈祷、敲找我的面，离开甲我所讲的话无共款的所在，倒转来伫我的话内底，就是行公义、熬怜悯，过圣洁的生活，照我所吩咐伊的来行。安尼，上帝讲，伊就要对天顶垂听咱的祈祷，要医治即块土地，要对天降落雨水。所以，亲爱兄弟姊妹，你的悔改，我会离开罪恶甲歹，拢会影响即块土地是毋是有上帝的怜悯伫其中。所以，咱伫即段时间内底，三甲做伙，诚心来敲找咱的主，恳求咱的上帝，按照圣神来恳求，赏赐快乐，互咱活伫伊的面前，活伫圣洁的内面。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请。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主，阮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来仰望你的疼痛。你是主，是迄一位甲阮三甲徛起的上帝。阮今日来到伫你的面前，主，我为着我活命内底的歹来求你的赦免。我的感觉无纯正，我的心思意念无正直，我伫思想内底定定歪错去。我伫所行的路也充满真侪的歪错，直到平安的道路，我无法度得到。上帝啊，阮伫你的面前向你祈祷，阮照着主耶稣基督为阮所成就的救恩，阮来到上帝你的面前，毋是凭着阮的义，是凭着你的疼。你是堪得恶乐，你是堪受一切敬拜，因为只有你是我的主，是我的上帝。总是我定定摕别人物件、别人的人、别人的代志、别人的快乐，伫迄个所在代替上帝。所以我的主，我的上帝，我深深向你恳求，求你的赦免。总是我要学乐你的救恩，因为是你甲我对着罪恶中救出来。你让我会通伫基督的救恩内底，搁再一届来仰望上帝你的疼。主啊，是我虽然是背逆的，是毋信的，但伫主你的疼内底，你让我会当信，互我会当甲你行，才亲像你所应允的讲，你甲我对着罪恶的落锅糜内底救出来，甲我对着火湖当中救出来，互我伫主你的疼内底，搁再一届得到完全，得到平安，得到能力，得到上帝你垂听祈祷的恩典。所以主，阮伫你的面前来仰望你。主啊，求你怜悯阮，求你赦免阮。你若要救出人的罪孽，什么人会当伫你的面前徛会知呢？上帝啊，求你今日搁再一届怜悯阮，对天降落雨水，赦免阮，互阮会通伫你的内底，搁再一届重新得到恩典甲疼痛。我的主，我的上帝，来帮助阮，来施恩引带阮，保守看顾，甲阮同在，通互阮伫主你的疼内底，甲你三脚同行。愿一切颂赞而乐，荣光归于你。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台南市，伫阮逐人的心中，伫阮的家庭，就伫安乐圣教会，互阮会通甲众百姓，伫甲众圣徒，同齐甲并且甲众天使，进入伫迄个真实的敬拜内底。愿仰望你，唯愿你伫阮当中得到应该得的荣光。主啊，帮助阮，怜悯阮，赦免阮，医治阮，搁再一届。来甲阮提到伫你的面前，互阮会通敲找你的面，得你的怜悯，得你的调光。主，我感谢你。至诚的君王，万军的耶和华，阮的主，阮的上帝，因着你的疼，才着基督赦免我，赦免阮所有众百姓兄弟姊妹，
阮所有一切的罪过，伫阮的眼目定定看无应该看的，阮的心思意念无有纯正，阮的动作行为定定有歪错。今仔日阮伫你的面前仰望你的听，上帝是，你若要救贼人的罪孽，无一个人会当徛伫你的面前。阮承认阮的罪，我承认我的罪，无论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在伫迄当中显出我甲阮的歹。上帝求你赦免。求你搁再一届，因着基督的救赎，为阮来做清洁的心，互阮内面定心有正直的灵。毋是阮的义，是因为你的疼，你赦免人的罪过，医治人的病痛，医治人的土地，互人会当伫你的恩典内底，搁再一届精英起来。求主你帮助阮，求你引带阮。求你，互阮伫这个世代，搁再一届甲主你三甲同行，为你名的缘故，愿你伫阮当中显明出你的慈爱，愿你永远喜乐稳定，愿你搁再一届因着你的听，圣灵啊，恳求来到阮当中，来接受阮的敬拜，三位一体的上帝，互你的名伫你的百姓当中受尊重，互你的公义、你的话语伫阮的内底，互阮内底搁再一届勇行起来，就是勇行伫上帝的圣洁。公义正直，愿仰望你，愿仰望你，将一切恶乐感谢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播王兄来报告，谢谢。两位兄姐平安，平安。伫聚会进前，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5月14，后礼拜日就是母亲节，甲年度儿童的主日，台语堂非常的正常的聚会。国语堂将有儿童主日，团队要来主领崇拜，敬请兄姐留意并带到。第二，5月19，拜五暗时7点半，伫城市祭坛。伫救主堂要来举行，请兄姐有备的时间来参加，一直为着城市来祝坛守望。第三，5月27，拜六9点至下晡2点，伫本会要来举行着南部教区教会同工研习会，邀请着嘉义圣教会林接松牧师及小组长的团队分享主题：超越极限的好牧人。费用免费供应着午餐，敬邀各小组长同工一齐来参加。详细有伫公报栏遐公报，并伫招待桌来登记报名。第二，南部教区定伫7月20至22，就是拜四至拜六，伫金虎山要来举办着儿童的夏令营，费用自费900块。基于教会补助，招收的对象升国小1年至升国中1年，欢迎踊跃来参加，请向孟村传道报名的缴费，6月18报名要来截止。第五，南部教区儿童夏令营要来征求有意愿参与营会服侍的兄姐，一切同工。有队补组、祈祷组、行政组、活动组，组织时间改伫5月20日起，每礼拜日主日后一同劳乐用餐备课。有意愿请向孟村传道来报名。第六，国语堂要来招募着带病嘉宾轮值的同工。伫主日崇拜后，负责预备嘉宾，甲善后的休息，邀请有意愿服侍兄弟一同来参与，请向着少位团队来报名。第七，6月23拜六，点心大合唱团以及彩云之秋合唱团伫台湾文学馆
演讲厅要来举行土地乱象紧与果的演唱会，敬邀兄弟购票领赏。详情也会公布啦，公布。补充报告，只剩无数。你亲爱兄弟，咱来看消息报告的第3点，5月27号9点到下晡2点，伫咱教会举行这个南部教区的同工研习会。那是因为嘉义圣教会因伫这个小组化的服饰顶面有真好的转化，所以呢，咱邀请咱教会，咱若是愿意同齐做服饰，愿意来做小组长同工的兄弟姊妹。望会通同齐做伙来报名来参加，时间无真久，食一个便当，了有一寡点心等等，所以呢，邀请咱亲爱兄弟姊妹会当相甲做伙。今仔日的时代内底，真需要有搁较侪的同工，同齐做伙来服侍，所以呢，邀请亲爱兄弟姊妹会当认真来报名。伫迄个招待道迄个所在遐有迄个报名表，而且咱会当甲伊填起来，安尼就好。搁再一届邀请亲爱兄弟同齐做伙来参加来侍奉，谢谢。这是咱要用时间交敬拜合乐团。亲爱兄弟平安，平安。咱伫线上守着神的降临的弟兄姐妹，咱同心伫主的面前三个组织，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咱来敬拜咱三一独一真的上帝。咱要同心伫伊面前俄乐至愿的主上帝。那这请咱起立来上赞俄乐，咱的杯。当心而乐只关注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命的主宰。咱得活头回来调起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君王，全地拢得跪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主上帝，伊用慈悲宽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得吟诗伫圣殿来学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得同心学乐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命的主宰。咱得活好好回来调起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主上帝，伊用慈悲宽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得吟诗伫圣殿来学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起来吟，咱得同心学乐只愿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命的主宰。咱得活头回来调起主的面。伊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我的君王，跪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只愿无比。嘿，咱得同心学乐只管主上帝。利用慈悲宽待世间，咱唱出感谢。咱得吟诗伫圣殿来学乐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开声来祈祷，来开声来学乐，开
开声来感谢。哦，主啊，你开我的生命，你开我的心灵，哦，开我的眼目，互我牢记你，看见你的至大、至悬、至圣的主上帝。我就降服在你的面前，我讲你是我的主人，我是你的仆人。是主，我要来唱。咱得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你是掌管你我生命万里的主宰。咱得我头转来调起主的面，你是掌管宇宙的。我的主，咱的君王，咱的荣耀归拜伊。我的主。咱的主上帝，伊是咱的主上帝。哈利路亚，阿门。主要带人到溪水边，吼，听到溪水边，你心感觉清凉起来无？欠水欠甲，吼，望落大雨啦，毋好阁祈祷毋好落雨哈，望落大雨。啊！主要带咱到溪水边，好来跳青草地。咱去感受阵阵风的风吹来，让咱的心情真轻松。阵阵的风吹来，心情真轻松。定定的世界人情，亲像云烟过，花草树木哦，吊打树青色微萌，头落甲野色，渐渐消散。真情无烧在心底，将声三角唱歌，云彩来作伴，其他情朋友我有溪水边，阵阵的风吹来。真轻松，定定的世界人情，亲像云烟过，花草树木乌点，大树青翠微萌，头落到野色，渐渐消散。一件真情，保守在心底，将声三角唱歌，云彩来作伴，其他情朋友我有溪水边，有主点阮心内。出我怎？我手无过的酸软，我含切无人陪，音也无过也看好。
真平安，听好主的呼声，回热阮心肝，快跑对主过来到溪水边，有快点，嘿嘿嘿嘿嘿。那专心阮对主爱无止，一项试炼，心灵变开阔，一件要无，成就真平安，听好主的呼声。心肝，快跑对主角来行，溪水边，咱得快跑，跟对主，快跑对主角来到溪水边。Amen。牧师传咱祈祷，咱有眼目的、情欲的、骄傲的，这侪上帝拢要甲咱借伫耶稣基督保护洗净，互咱知影最稳定比嗰个罪搁较大。当咱活头倒转来跟对伊的时，上帝完全的赦免，互咱会当快跑、轻省来对主继续行，主恩比罪较大。我属救主耶稣基督，我属救主耶稣基督，是求欢喜、平安、快乐。虽然我情愿最痛苦，主使阮定无量无数，主恩比罪较大，主恩比罪较大。我是罪人，全无善行伫我心心，同款上帝如何改变，应该受死加添同情，主恩比罪较大，主恩比罪较大，我罪。我要称上救主罪名，我连快乐欢喜出声，阿拉主极其大无比，世世代代永无三离，主恩比罪较大，主恩比罪较大，我罪。
谢耶稣，阿门。哈利路亚，感谢耶稣，阿门。哈利路亚。拍手来感谢耶稣，你把咱的罪拢洗除掉，无搁再纪念。感谢耶稣，阿门。感谢耶稣，阿门。感谢耶稣，阿门。哈利路亚，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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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你对阮的听从。阮也搁伫罪恶的时阵，你就为阮降世。伫阮敲找你的时阵，主，你就亲自来找着阮。伫你的听内底，阮得到赦免。你甲阮对着罪恶的落沟仔门内底舀出来，用你家己的宝血将阮洗清气，互阮无搁再有拉伤，互阮会通诚侪圣洁，互阮会通伫上帝恩典内底受照顾，互阮的名字会通记伫活命册顶。阮感谢上帝，你为阮所成就遮尔济、遮尔大、遮尔长、遮尔宽、遮尔深的救赎恩典。就继续施恩怜悯帮助阮，圣神啊，恳求加添阮的气力，互阮会通伫主你的内面殷勤读你的话语，不但是读明白记会牢，人美思想，更加是对圣灵来得到气力，互阮顺坦圣灵，对安尼阮会通受取永远的活命。感谢主你的听，继续保守引带阮。伫上帝你的照顾下面，引带阮活伫圣洁当中，互阮的眼目眼睛直看，看到主你为阮所采的票，互阮会当按着标杆一直来跑走，直到阮见你的日子，对你来得到称赞的时，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钉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后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他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三通，罪得赦免，肉体的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请坐。继续要来教读K英文第19篇。K 用上帝话，我的心啊，你着默默无声，专心听候上帝。因为我的愿望是对伊所来，倒伊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伊是我的关台，我必无摇动。我的拯救，我的荣耀，拢在伫上帝。我的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拢在伫上帝。恁证明着时时我靠伊，伫伊面前倾心吐意。上帝是咱的避难所。上帝讲了1摆2摆，我拢听见。
就是能力拢是属于上帝。主啊，主爱也是属于你，因为你照着大人所行的报应伊。阿门。下面时间，请廖牧师正道。咱请三个座位分开周报第4面。这月日，咱会用较侪时间来看希伯来书。咱同齐做伙来看希伯来书2段的经文。今仔日主要所要讲的2段的经文。同齐做伙来上读这2段的经文，请。上帝既然伫古早的时阵，借着众先知各路拜各路方会晓諭列祖，就伫这个末世借着伊的囝晓諭咱，又搁早已经立定伊做承受万有的，也捌借着伊创造诸世界。伊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伊权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伊洗净了人的罪。就坐伫全天至大者的正平，伊所承受的名，既然比天使名搁较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上帝捌对倒一个讲：你是我的囝，我今仔日生你。又搁捌指着倒一个讲：我要做伊的爸，伊要做我的囝。同蒙天朝的圣洁兄弟啊，恁着应该思想咱所认为使者。最大祭司的耶稣，伊为迄个设立伊的尽忠，亲像摩西伫上帝的全家尽忠共款。伊比摩西算是搁较堪得个荣耀，亲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加尊荣，因为房屋拢必须要有人建造，但建造完美的就是上帝。摩西做奴仆，伫上帝全家承认尽忠。为要证明将来要传说的事，但基督是最惊儿治理上帝的家，咱也将通夸口的愿望甲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伊的家了。阿免。搁再一届，咱三甲做伙阿头来祈祷。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伫你的厅内底，阮三甲做伙伫遮呢，用聆听上帝你的话语。聆听信息来做敬拜，愿你伫阮当中，因着你极大的怜悯甲疼痛，互阮的耳孔，互阮的心灵，互阮的目睭，互阮全身的灵魂，拢伫主你的内面受调整、受祝福。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有一届，我去一间教会讲道，了迄间教会的人，有人真早就来。总是呢，因为真久无去迄间教会，所以迄个人去的时阵，我因为有提早出门，所以去到遐的时阵，教会还未开门。了，迄个人来爱看到我的时阵，伊就讲，请问你是？因为迄一届我无穿牧师服去，我穿西装。了伊就讲，请问你是？我就甲伊讲，我是廖牧师。伊就讲，廖牧师你好。了的时阵，散会了的时阵，伊就伫个所在，听遐个牧师伫迄个所在介绍讲，这是咱的教区长啥物会讲。了的时阵迄个人散会了的时阵，佫走来甲我讲一个代志，讲。廖牧师，我歹势，我毋知你是今仔日的讲员啦我毋知你是教区长啦所以伊就伫个所在讲，牧师来，我请你食饭来。我要甲各位讲的一个代志，就是有的时阵咱认捌一个人，咱因为毋知影伊是谁，所以咱会就着看到伊，可能伊是青云人，有的时阵可能感觉伊就有迄个头衔所以咱会对伊的头衔，还是对伊的清查来认捌这个人。咱认耶稣基督的时阵嘛是安尼，当希伯来书的作者伫
伫迄个所在来写希伯来书的时阵，伊主要的对象要写互遐对象的是遐伫犹太教内底的人，遐犹太人，伊要甲因讲，恁咧等耶稣基督，我甲恁讲，恁咧等弥赛亚，就是这个称做耶稣的，伊就是对上帝遐所来的弥赛亚。所以摕真济比喻来悟着希伯来书的作者来甲因讲，耶稣是虾米人？耶稣是虾米人？伫咱的画面内底，咱嘛真需要，搁再一摆重新来认捌耶稣究竟是虾米人。那么伫这当中呢，圣经伫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阵，伊竞选了12个学生，伊的学生伫迄个所在对着伊的认捌有真济无共款。彼得是定伫迄个所在讲，耶稣你到底是虾米人的？等有一届的时阵，伫遐呢彼得看到海顶内底有一个乌影，了后伊就伫迄个所在，伊伫遐就看到会惊，就讲亲像是鬼怪共款。但是主耶稣甲伊讲，你毋免惊，了是我。彼得就马上讲，主啊，若是你的时阵，安尼求你，互我会当。犹原甲你共款的，当对着船顶安尼行落去，伫海面上安尼行。主耶稣甲讲：“你来呀！”彼得伊就真正怎甲伊搭落去安尼？你遐有时阵就伫迄个时阵，然后就讲：“我真正行。”看到迄个海影伫遐转来转去的时阵，伊就惊呀，伊就怎沉落去。尾后的时阵，耶稣基督佮因带起来，了到伫迄个所在的时阵，彼得就讲一句话，门徒嘛，同齐讲一句话：你真正是上帝的囝。彼得甚至有一个耶稣基督带着这些学生同齐做伙伫路林咧行的时阵，到了撒玛利亚附近的时候，伊就甲伊讲：人讲我是谁？有个人就讲你是先知，有个人讲你是虾米人，有个人讲你是虾米人。了后彼得就伫迄个所在回答一句话讲：你是永生上帝的囝。所以，主耶稣甲伊讲，这毋是你家己想的出来，是上帝的灵伫你的内底对你所讲的。那么，耶稣基督受定十字架了后，真济学生拢听见耶稣对四个话。但是有一个学生或者多马伊伫迄个所在听到耶稣个话，伊讲这哪有可能呢？伊讲，除非我伸手伫迄个所在望到伊迄个手红定过迄个所在，遐有一空伫遐。除非我望过伊的血液，因为迄个时阵，互迄个手擦过的时阵，迄个所在有一个空喙。这3天尔，迄个空喙抑阁有伫咧。若甲无的时阵我绝对无相信这个代志。了后，过一寡日子的时阵，主耶稣来到伫因当中，了因伫迄个所在讲愿恁平安。耶稣基督甲咱同在，是要互咱得到平安的。等于讲愿恁平安的时阵。就是有一个应允讲，恁一定会得到平安。伫我的内面，恁一定会得到平安。无论你的人生发生啥物代志，伫我的内面一定会得到平安。了后，伊对着多马，就是迄个讲，除非我若望着伊的手，若无爱探着伊的血液，若无我绝对无相信的。迄一位耶稣并无因为咱来甲伊指责，耶稣反倒转来，佮加倍互伊一个恩典，了甲伊讲一个代志，讲多马。来，伸你的手出来，探入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胸坎。多马伫迄个时阵，马上就讲：我的主，我的上帝。多马体会到耶稣基督对着伊的听，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做了一个宣告，讲：是，你是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亲爱兄弟姊妹，我毋知影你安怎认捌耶稣，你安怎样认捌耶稣？门徒知影耶稣会当行伫水面，门徒知影耶稣基督会互人对四个话，门徒知影耶稣会当医治人的病。那呢对安尼看起来的时阵，咱可能会真侪了解，对着约翰福音内底所讲的，耶稣是会当改变物质的上帝，伊是会当改变物质的神，所以有水变酒，伊是大自然界的掌权者，所以行伫海面上。伊是医治的医生，所以伊会当互人的病痛好起来。伊是超越时间的主，所以有法度互一个人破病38年，伊会当搁再好起来。伊是超越空间的主，所以伊有法度伫这个加利利的时阵、加纳的时阵，医治加别龙
加百隆的迄个大神伊的囝儿的病。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是认捌耶稣基督，就是安尼的时阵，只不过是认捌耶稣基督，才会咱看会到、听会到，亲像是遐传说共款，甲咱有啥物关系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伫这个所在，就是要悟着这百姓，当着这兄弟姊妹讲，恁今仔日所看到耶稣基督，伊毋那是干那一个医生、莫大金，伊阁是一个有能力管理活命的主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咱需要对耶稣基督有这认捌，特别信主耶稣基督真久的人，无定着咱抑阁是将耶稣基督来当作是一个教主，咱是信基督教，安尼伊是教主呢？毋是。耶稣当然是教主，但是更加重要，伊是救主，伊会当甲咱对着罪恶当中救出来。咱无能力活伫圣洁内底，伊撤销咱的罪过。亲像牧师娘带咱所唱的诗歌内底，主的恩典比罪恶更较大。我的罪虽然遐尼大，但是伊会当用伊的火甲我涂抹掉。耶稣是咱的救主，天顶地下只有是伊是咱的救主。所以，咱是毋是有认捌出来耶稣基督真实的尊荣？咱一定爱真实甲伊认出来。咱若无安尼认出来的时阵，咱就真正无猜咱咧信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超越伫先知以上。安怎超越伫先知呢？先知的话语拢是指引基督。指引上帝的国度，但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的国度的彰显。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伊或者道成肉身。先知因讲了真侪预言，伫这预言内底，因伫个所在讲是上将来有一位要来到恁当中的。先知伫个所在预言了真侪的代志，先知的恩赐到今仔日也有完伫咧。过去的时阵，咱有邀请这个海格牧师来到咱教会，甲咱发出一寡预言，真侪兄弟姊妹对着海格牧师，对着因所发的预言，一直伫个所在检验。有真侪这兄弟姊妹，甚至差不多一两个月前的时阵，有一位。咱当工伊伫个所在，搁再一届敲着过去的时阵，海格牧师为着伊所发的预言，伊伫个所在讲，牧师这代志已经拢完全应验。先知的恩赐，甲今仔日有缘，抑搁伫咱的教会伫个所在咧运行。有时阵牧师甲这兄弟姊妹洗礼的时阵，为着因来发出上帝预言的时阵，伫当中。兄弟姊妹，有的时阵有一寡人，因嘛过几年了的时阵，伊甲讲，牧师你进前的时阵所讲的这话，真正一项、两项、三项，拄即马敢若剩一项也未实现的呢。所以，但是咱爱斟酌注意，希伯来书的作者伫这个所在讲，耶稣基督超越伫先知以上，先知的。功能，先知恩赐的功能是将伊的话语指引耶稣基督，指引上帝国度。但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的话语，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国度，伊掌权，伊的权能临到这个世界。所以你唔好伤过头崇拜先知。先知只不过是一个恩赐的运用。使徒行传14章13节，保罗甲巴拉巴来当因来到伫这个所在来传福音的时阵，来到有所传福音，了到伫迄个所在传福音的时阵，伫迄当中因为所行效果真大，所以甚至迄个时阵，迄城的人摕着这个花箍牵着牛。要来对着使徒来献祭，因伫个所在，伫迄个所在大声喊话讲：哇！真正有神已经变做人的形了，伫咱当中徛起。亲爱兄弟姊妹，
咱需要把咱的信心提升起来。咱的信仰无应该一直停留伫罪会得到赦免，咱的信仰无应该干那停留伫上帝，互我的生活变较好。人的罪得到赦免，生活自然就会变好。人应该需要更较起的是怎样，互家己会当成做上帝的路用。迄才是咱得到救恩上界重要的一项代志。毋是建立家己的王权，伫迄个所在受到真侪人对着你的敬仰，就亲像我单独甲各位讲的，你去到一间教会的时阵，可能无一定大家人拢会认捌你。听下你做一寡服侍，为人祈祷，甲上帝话语讲清楚、讲明白的时阵，有人会因为安尼受到影响，对你有更较侪的认捌。总是更较需要明白了解的是，伫上帝的听内底，咱爱将着荣光归于上帝。无论这个世界的人对咱有偌济认捌，对咱有偌济讹恼，请咱会记哩。保罗因来传福音的时阵，当迄个时阵因行了真济遮的新约，当人拢总伫迄个所在来用着，摕着花苦牵着牛，要来甲因献祭，甲因当作神。但是因伫迄个所在。伫遐呢，咱甲因讲，咱同齐做伙来读这段经文，请巴拿巴、保罗两个使徒听见，就拆开因的衫，跳入去众人中间，话着讲：主君，为什么做这个代志呢？阮嘛是人，性情甲恁同款。阮传福音互恁，是要叫恁离弃这懒散归往迄个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今仔日咱得到尊荣，咱得到上帝呼召咱、竞选咱、祝福咱上界重要的代志。今仔日咱所有任何倒一项代志，一个牧师教讲道，一个有先知文书的人有言，伫迄个所在有实现，总是这个毋是出伫这个人教，乃是出伫上帝亲自来竞选咱。咱一定爱定定会记哩，我只不过是人，性情甲恁同款。总是今仔日上帝竞选了我，竞选了咱，是要为着去成做众人的祝福。昨个时阵，我看到咱的兄弟姊妹青少年同齐做伙去到伫即个台南圣教会参加一个威尔逊牧师伊的即个儿童事工的分享会。了后，威尔逊牧师伫迄个所在有做一个代志，就是呼召兄弟姊妹会当起来认养一寡孤儿，街头流浪向人放杀遐细囝。有真侪兄弟姊妹做了这方面的回应，因伫迄个所在认养这个囡仔1年、2年、3年。亲爱兄弟姊妹，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祝福。伫上帝疼痛甲照顾内底，因用信心打出去。因伫个所在所甲名签起来的时阵，检测无有人知影这个签名认养这个细囝的人到底是啥物人，甚至伊家己所认养迄个囡仔，对伊来讲的时阵，伊嘛毋捌迄个囡仔，只不过是一个名字伫迄个所在。但是伊愿意，因为伊回应上帝的听。伊今仔日得到上帝的祝福，伊得到上帝的竞选，伊回应上帝伫伊身上的恩典，所以伊伫迄个所在讲：是，阮传福音互恁，是要互恁离开过去人对着阮迄款过头的崇拜，阮无应该承受这个崇拜。我所得到的一切，拢是对上帝所来，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将荣光归于上帝。希伯来书的作者甲兄弟姊妹讲：亲爱兄弟姊妹，先知非常的重要，先知因的服侍也非常的好，
因有官兵，因有对上帝来迄一份，因的预言嘛非常的精准，无定是伫今仔日，无定是伫明年，无定是伫10年后，迄个预言对上帝遐所来真正应验，所以因的精准度非常的准。有的先知的预言，有法度预言甲准甲伫倒一天哦。但是就是安尼，希伯来书的作者讲，虽然是安尼，但毋是因熬。是上帝甲因同在，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因虽然做先知，因的预言虽然遮尔准，但是因嘛会有软弱的时阵啊，因嘛有时会跌倒。所以咱爱斟酌，咱的信仰无应该建立伫一个人的身上，咱一定爱建立伫上帝的身上。今仔日先知的效果犹原存在。有的先知的恩赐是伫牧师的身上显明，有的先知的恩赐是伫兄弟姊妹身上显明。无论伫倒一个人的身上来显明，先知的恩赐今仔日犹原也存在。咱爱敬重、爱疼惜上帝所设立的先知，但是请咱注意，毋好盲目对待崇拜先知，因为上帝无一定将迄个恩赐予你。另外，佫一部分是当先知按咱所讲的话，咱若干那一直听伊讲的话，伊甲你讲廖伟生，我甲你讲2030年的时阵，你一定会变做大。500平的厝，了后时阵，你的产能有4-5架，你着怎啊？干伫遐等，伫遐坐，你拢莫叮当。我来讲，还袂活到迄个年纪，就已经大声翘去啊！听我的意思无？所以，咱一定爱斟酌上帝所予咱的迄一份，咱爱认真爱殷勤去运用。咱毋是干那伫迄个所在等先知甲咱指示什么货，所以这是上帝对着咱所做，咱一定爱敬重上帝所设立，毋是干那先知，任何其他的恩赐，咱拢爱敬重。就亲像大毕王，大毕伊伫迄个所在，伊虽然已经受抹做王。但是伊也无马上登基，伊心内底定定讲的一句话，定定甲伊军队伊的人，代必定定甲因讲一样代志，讲我绝对袂当伸手杀害耶和华的受膏者。伊对扫罗是这样敬重，虽然扫罗已经愈行愈离开上帝。但是伊犹原敬重扫罗对上帝所领受的恩膏，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亲爱兄弟姊妹啊，恁看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一切代志，恁斟酌来想，耶稣基督超越伫先知以上，先知是指引耶稣基督，指引弥赛亚，指引上帝的国度。”但是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上帝权能的彰显。伊今仔日已经来到伫你的身边，基督要成做你的王，伊要照顾你，伊要陪伴你，伊要互你一切拢进入伫伊的恩赐内底的荣光。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上帝的国度。来讲来。所以斟酌上耶稣基督，伊既然是全地的国，伊已经掌权了。所以你斟酌，你放心，你唔免烦恼，你也较侪信心投注伫耶稣的身上，伊一定会陪伴你做这也做迄。第二，希伯来书的作者来讲，亲爱兄弟姊妹，基督超越伫天使的顶面，天使会当做真侪工哦，你斟酌甲看。有两位天使去索多玛甲俄摩列，了伫迄个所在安怎，将着啥物人，甲
落得因一家家救出来，有无？若甲无的时阵哦，因哦伫迄个所在佫毋愿出来，有无？就甲伊讲哦，火要落来啊，因佫安怎？毋爱听，讲无啊吼。啊，到尾啊，虽然甲因一家救出来，尾啊因太太安怎？佫挖头一个看，就怎变一支盐条菜伫遐。了，佫有啊，即个啊天使去阻止亚伯拉罕杀以撒。迄个时阵，亚伯拉罕已经有顺探，要甲家己的囝献予上帝。总是上帝只不过是要互亚伯拉罕会当知影啥物代志，知影伊是一个真正疼上帝的人。伊毋是干那空嘴保子。咱有的时阵哦，咧疼上帝哦，讲上帝我足疼你，我甲一切拢奉献互你。哦，讲甲偌赞嘞！了的时阵哦，1/10的奉献落啊，摕到面前的时阵啊，这我后盖咧啦，即马成万请咧。安尼咱就证明咱家己是啥物人啊！哦，所以伫迄个时阵，上帝就是透过天使来阻挡亚伯拉罕，了互亚伯拉罕真正知影，原来伊确实是真正疼上帝。了伫雅博渡口的时阵，来含雅各小宴的迄个天使，伫迄个所在，雅各其实足聪明，但是天使伫伊大腿蚵迄个所在，伫伊街边家摸一个，怎啊变做摆卡？虽然吼生活是也会得过，但是啊，伊若每一届看到伊摆卡的时候，伊就知影，千算万算毋达到天一话啊！上帝若甲你摸一个吼。你着变摆卡，哦，毋好伤过敖，毋好伤过掠做家己敖啦，毋是讲毋好伤过敖，毋好掠做家己有外敖，这是上帝互咱谦卑的时刻。伫罗汀树骹，天使来服侍以利亚，伫伊艰苦忧愁怨切的时阵，了，亲像无师娘带咱唱的是我讲啥？啊，基台前面阁有啥？溪水边。所以上帝透过天使来服侍以利亚，以利亚食了天使为伊所有备的物件，敢若食到遐物件，我毋知伊食偌济啦。圣经讲啥？靠着所食遐物件，行了偌济，40美金呢。我足想讲哦，毋知倒一工会当食到即个物件无吼？安尼食一顿当40工。哦，所以你会当看到讲哦，伫即个画面内底遐尼水，遐尼好，哦，这是来服侍以利亚的天使。了的时阵，佫有服侍但以理的天使。但以理求问上帝，望会当知影上帝的话语，因为伫迄当中，伫世界动荡不安的时刻，但是上帝将画面互伊看到，互伊面望到。但是伊毋知影迄到底是啥，伊期待真正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所以伫迄个所在祈祷，禁食祈祷，天使来甲伊服侍，加添伊的开展，互伊会当明白。了后，佫有服侍即个撒加利亚的天使，伫伊身边对伊讲话。亲爱兄弟姊妹，旧约佫有真济遮天使。圣经内底讲，天使是为着啥物货？为着遐得到救恩的人，为着要遐成就上帝救恩的人，甲上帝三甲同齐做伙同工的人，圣经伫这个所在讲啥物货呢？讲上帝会差遣天使来服侍伊，落得互天使甲伊救出来。咱爱斟酌注意哦，为着承受救恩的人来效力。这句话的意思，毋是讲。天使伫迄个所在，听叹承受救恩的人，爱做啥伊就爱做啥。希伯来书伫这个所在所讲的这样代志，讲为着遐承受救恩的人的效力的意思是讲，天使听上帝的话，来帮助遐已经承受救恩的人。伫因的软弱的时阵扶持因，伫因欠缺困难的时阵扶持因。互因会当三甲做伙伫上帝国内底同齐有份，继续甲上帝三甲同工。所以请斟酌注意，天使敢若为着你服侍上帝的国，这个事件，甲你三甲有份。
上帝袂互天使做上帝无欢喜的代志。所以，咱要有偌济天使，咱有偌济愿意和上帝三甲同工的时阵，上帝就兴起偌济天使来陪伴你，甲你三甲同工。你知迄个原则会愈来愈明显。咱若是真正照上帝的话语来行，今仔日咱若是要建造上帝的权柄，咱若愿意真正来参与属灵的征战，你会看到上帝一定会差遣天使，甲你三甲同工。来到新约的时阵，嘛是有这款的天使。天使受差遣了后，撒加利亚新约路加福音，撒加利亚伫迄个所在服侍，伫圣殿内底服侍。伊伫圣殿内底服侍的时阵，了后伫遐呢，因同齐做伙咧服侍的时阵，撒加利亚入去到伫内底咧服侍。伫当迄个时阵，天使向伊讲话，讲撒加利亚，你一定会生一个囝，因为上帝应允。要借着恁翁仔某生出基督的开路先锋，你着爱甲伊号名，或者约翰。迄撒加利亚讲，哪有可能这个代志啊？伊着毋相信。了后天使甲伊讲啊，我甲你讲，这个代志一定会应验，总是因为你的毋信，所以你着一定爱听候到恁囝出世的时阵，你的下到才会好去。原本伊会讲话，但是讲了毋对的话。伊讲这哪有可能？天使讲好，你讲无可能。上帝讲的话，你家否定，上帝就互你莫讲话，你听有无？上帝咧讲的话，你就毋信，你就否定上帝的话，上帝就互你安怎没有话语权。咱来真斟酌注意这个属灵的原则。当咱的话，若愈来愈否定上帝的话，你着斟酌，上帝就无搁再借着你讲话，甚至你讲的话愈来愈无人听。这就是撒加利亚原则。因为咱讲的话已经无值得相信，咱否定咱讲的话无人相信，这也会当。但是咱否定上帝的话，将其落尾，上帝甲我的嘴封起来。所以真正一直到尾手的时阵。约翰要出世啊！约翰出世啊！了后的时阵，因犹原要甲伊号名，号做撒加利亚哦，二世。总是伫这当中呢，因号这个名的时阵，号做撒加利亚二世。总是呢，这个撒加利亚摕一块板仔来写，讲伊的名号做约翰。当众人讲，伊无哪有这个名袂当号这个，但是伊就讲伊的名号做约翰。当伊安尼开始回复天使对伊所讲的话的时阵，伊的指头马上开去，搁继续伫迄个所在开始来侍奉上帝，学了上帝，写了一首真水真水撒加利亚的颂歌。亲爱兄弟姊妹，天使服侍撒加利亚，天使来甲玛利亚宣告讲，至权权能者伫你的身上，所以你将会生一个囡仔。玛利亚伫迄个所在喘一个讲，啊，我要嫁呢，哪有这个代志？伊讲上帝灵会甲你三角同在。玛利亚犹原伫迄个所在，听了天使对着伊的服侍，以后的时阵，伊做了一首诗歌，讲啥？我心尊主为大，我的灵掠我的上帝做快乐。所以，伊伫迄个所在吟诗学了上帝。天使着遐各样的人，甲因宣扬讲，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啊。各样的人毋是好野人，大部分伫暗暝伫迄个所在，各样的大部分拢是请工。因为主人有遐尼济羊的时阵，基本上若毋是家己顾，因就是请人顾。大部分好野人拢会请别人顾，啊，若是无介好野的，才会家己顾。所以伫旷野遐各样的人，基本上就是基层的百姓，生活无通偌好。但是天使犹原服侍这个人，所以因就起来，讲咱去伯利恒看卖。因得到上帝的指示，因真做第一批的宣教师，你有感觉无？第一
批的宣教师是谁？第一批的宣教师就是因呢，上界基层的遐个，检采无人知的代，无人熟悉因的人，但是天使服侍因。了天使有一个人，这外邦人哥尼流，伊做真侪好的代志。伊救济颂扬，伊帮助犹太人，为犹太人争取更较侪的权利。伊的所行所做的水会好，上帝甲纪念。所以伊找见天使，甲伊讲：哥尼流，你所做的一切代志，上帝拢甲你纪念，上帝有看到。所以你就起来，去一个这个做皮的师傅因兜，找一个或者彼得的，请彼得来到恁兜，伊会甲上帝道甲恁讲清楚。上帝谁人不爱互天使直接着哥尼流讲呢？因为上帝要透过彼得来着外邦连结。将着外邦甲犹太人合做一个新的教会，上帝救恩临到万民。今仔日因为安尼，咱才外邦人才会当成做上帝的囝，天使服侍外邦人。所以咱唔好对着遐也无认捌主的人。咱就感觉因未得救，咱还会记得这样代志。上帝差遣天使服侍外邦人，上帝听咱这人，听犹太人有偌济，上帝听咱外邦人嘛无较少。来，咱甲身边兄弟姊妹讲，上帝听犹太人，甲听咱这外邦人，拢共款济，甲伊讲。所以咱领受上帝听是平平啊济哦，所以咱的责任嘛是安怎平平遐济，平平共款哈。所以咱就伫这个事上内底，更较会当明白。天使因有极大的困难，耶稣基督正做肉身的日子，要上十字架的时阵，你知影？迄个时阵惊吓到一个地步，是迄个血亲像汗流落来。你感觉流汗流甲流血？毋捌，但是迄是啥？迄就是惊吓尿尿出到一个地步的时阵，微血管破裂，你的细条迄幼管的迄个血血管破去，了后伊就开始对迄个血毛管汤迄个所在遐，迄个血安尼流出来。伫这惊吓的时刻，上帝差遣天使来甲耶稣同工扶持伊。所以会记哩，无论咱的困难有偌大，只要咱是属上帝的人，上帝就会差遣天使甲你同工。所以你毋是孤单的一个人，天使服侍是为了遐着遐梦境选得救的人来效力，传达上帝的救恩来服侍你，来保护你。成就上帝旨意，定到伫你身上所要显明的荣光。所以，亲爱的同工，你一定爱会记。来甲身边的讲，你无孤单，上帝天使咧服侍你。所以你有偌济天使咧服侍你呢？迄就看你和上帝同工有偌济。你和上帝愈亲密同工。你的官兵就会愈侪，你手下的兵就会愈侪，就亲像耶稣基督同款，咧服侍，伊会伫迄个所在领受上帝迄个极大的能力，但以你伫迄个所在咧服侍，伊的服侍关系着末世的代志，上帝甚至安怎差派天使长米迦勒去甲伊斗相共。所以，咱的困难有偌济，上帝拢知影。上帝予所有信靠伊的人，有一定的数量的天使，甲伊相甲同行。你着爱知影，天使为你效力，
并且你不但是有天使为你效力，更较重要的一项代志是啥？你有圣灵赏赐的气力、感动甲阻止。这就带来一个更较大的恩典是啥物货？迄个更较大的恩典内底就是以前拢是啥？拢是天使咧甲咱服侍。以前的时阵吼，迄个亲像吼，一个人因兜吼有足济遮长工，吼有遮真济遮路财。但是呢，伫这个时阵啊，你看到一样代志是，主人亲自来甲你服侍。哦，安尼你知影你的身份有偌尊贵无？所以伫即款的听内底，上帝今仔日所赏赐互咱的，比赏赐伫古早旧约遐正百姓圣徒，上帝所赏赐互咱的，比赏赐互因的搁较济。所以，咱应该爱认出耶稣基督，上帝对着咱的听，遮尔长、遮尔宽、遮尔深。耶稣毋是干那是一个救主，伊毋是干那是一个教主，伊更加是救主。救主毋是干那把咱的命救伫上帝国尔。救主的意思是伫每一个时阵、每一项代志。甚至咱要跋倒犯罪的时阵，伊拢抑阁会提醒咱。伊是每一个时刻保护咱、教示咱、引带咱，为着要互咱会当承受上帝国的荣光，承受地面上的尊荣，见证上帝的能力的这位的主。所以咱就伫这事上三甲做的。第三。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一项代志，亲爱兄弟姊妹，我搁甲恁讲最后这个代志。恁认捌摩西？摩西是怎样的一个人？摩西伊面对面甲上帝讲话，伊是先知，伊嘛是祭司。伊为着百姓三甲做追求，伊领受上帝的话语，上帝对着人的听，保护人的律法。照顾人的律法，互人无抵到跋倒犯罪死亡的律法。上帝将这个套略来交代，互摩西。摩西家己去哩到山顶40暝日，领受上帝话，佫毋是去一届，去2届。上帝甲伊面对面讲话。伊某一方面来讲，是以色列的国父。是伊带以色列人对着受奴隶的埃及出来，建立以色列国。希伯来书的作者甲因讲：“亲爱兄弟姊妹，恁爱少年摩西，伊是一个祭司，伊是咱的国父，伊是上帝话语的传达者。伊面对面和上帝讲话，伊替咱代替祈祷。摩西伊的能力出自伊学了。”所有学问，伊讲话做代志拢有才能，伊毋是倚靠遮，伊有遮真好。但是伊更较重要的是，也有上帝能力甲权柄。所以伊伫这个所在讲，亲爱兄弟姊妹，恁看遮，但是我甲你讲，耶稣基督比摩西的遮一切，拢抑阁较悬，抑阁较高尚，抑阁较重要。摩西面对面和上帝讲话，但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摩西领受上帝的话语，将着石板，将着上帝的话语刻伫石板顶。但是耶稣基督，伊毋是领受上帝的话语，伊是迄个颁发上帝话语本身的迄一位上帝，并且伊是将上帝的话语刻伫倒位？刻伫人的心房顶。摩西只不过是以色列的国父，但是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谈拄则咱所读的，摩西是祭司，为着以色列百姓代求。但是伫迄40年久过了后，摩西离开世间。伊无法度阁为以色列百姓祈祷，但是耶稣基督
伊随着来到世间，开始服侍的时阵，伊就为人祈祷，伊就医治人，伊就是对死，伊到伫落尾的时阵，互钉死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伊嘛是搁咧为人祈祷，对无？你会记得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时阵，为着咱祈祷啥？爸啊，上帝，求你赦免因，因为因所做的，因毋知。不但是安尼，伊还阁祈祷天父上帝，伊甲迄个对伊讲：当你得到你的国降临的时阵，求你纪念我。耶稣基督甲伊讲啥？今仔日阴暗，你会当含我三甲做伙伫乐园了。伊毋敢若是一个大球的祭司，伊就是伊搁较是下罪的君王的本性。摩西学了埃及一切学问，耶稣是享受一切学问的源头。摩西讲话做代志有才能，耶稣基督是享受互人的指头会拍开，互人做代志有能力的。所以你所需要一切伫倒位？你所需要一切伫上帝遐。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讲：亲爱兄弟姊妹，恁都爱少年。身体有熬无？有真熬，但是恁搁较爱会记哩的。身体是咧传达上帝的国度，但是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的国度，伊就是迄一位掌权的主上帝。华人的社会，清朝内底有一个叫做赵一，伫伊的论诗内底讲了一句话，讲：李都诗篇万口传，至今一角无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国领风骚数百年。伊讲即句的意思是啥？每一个人伫个时代内底发光发热，但是时间若过呢，敢有人阁会记得伊？李白姓白，李白姓白，李白姓白，来对我讲三摆，预备来。李白姓白，李白姓白，李白姓白。好，请问李白姓什么？哦，还未困去好，感谢主啊！但是今仔日真侪人已经毋知影啥物人是李白啊。伊对着伊的时代过去的时阵，伊的日子嘛过去啊，无人搁再纪念。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真死红。世间真侪代志就是咧安尼变，但是耶稣基督是对古早、现在到永远，伊是上帝。所以毋好想过挖靠地面上的国度。地面上的国度内底，甲基督的国度相拼起来是真差真济。基督的国度关联稳固，超越世界所有一切的国度。基督的国度全然公义、真实之外，甲永远。但是地上的国度呢，制造武器；地上的国度制造战争；地上的国度制造惊吓，敢毋是安尼？亲爱兄弟姊妹，咱若是做上帝所欢喜的代志，咱若真正归向上帝，毋是口头会归向上帝，毋是做礼拜的时阵归向上帝，是咧做生意的时阵无贪人过分的钱财。人摕1000块互咱买100块，咱袂走伊400块，甲伊回讲，你贪拄我摕500块互我尔。咱的诚实含人做生意，咱的言语袂去伤害人，是会去鼓励、讲调整，但是咱袂去甲人理骂。迄就是咱真正活命会水，活命会好。所以今仔日的教会现象内面，咱爱斟酌注意一寡代志，已经愈来愈少来传讲天国永恒的救恩，甲地狱永远的刑罚是安怎？因为牧师愈来愈惊会友无爱意。所以关系到上帝救恩以及地狱的刑罚，已经愈来愈少受传讲。兄弟姊妹愈来愈感觉，牧师你莫甲我讲迄13天地外，我今仔日
要安怎会变好业？我会怎样会当好业？会当安尼样过？迄变做是我上界重要。已经愈来愈侪的人，无搁再掠传福音，做咱受呼召的使命。咱甘愿困伫咱的舒适的生活，伫咱的厝内底。咱会真侪时阵背手机啊，但是真少含人讲起上帝的话。咱真烦恼含人讲无话，但是真袂烦恼含上帝讲无话。咱爱斟酌注意这信号，渐渐教会嘛变做成功主义、甲精英主义的温床甲平台。咱来教会内底，若是干那要听到牧师所讲的好话，咱来教会内底，若是干那要熟悉到遐足好做生意的人，加在咱教会嘛无遐济起源人。咱来教会内底，若是干那要尊重倒一个牧师，要尊重倒一个高人，那呢，咱来教会的目的唔对去啊，绝对唔对去啊！今仔日的教会现象内底爱斟酌注意，咱来领，咱改成真想要领受更较侪恩典，但是无啥愿意分享对上帝所得到的，这是教会的现象。咱求主怜悯赦免咱，亲爱兄弟姊妹，如果咱信耶稣，若干那要伫这福气的顶面三甲座位有份，保罗先生捌讲过一句话，讲：咱若信耶稣，干那伫咱这世人有5万，咱就比外邦人搁较难，搁较可怜。咱若是追求的，甲外口的人所追求的同款，主耶稣讲，遐拢总是无认捌上帝的人咧追求的。咱应该爱大声追求的是上帝敢有掌权伫我这个人的生命身上。咱应该爱追求的是上帝主爱敢有透过我这个人分享伫人的身上。我敢有真正起来咧服侍上帝？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真正会当晓得这代志的重要性。耶稣基督超越过释迦牟尼，耶稣基督超过妈祖，耶稣基督超过蔡英文，耶稣基督超过马英九，耶稣基督超过美国。耶稣基督超过中国，耶稣基督超过你，耶稣基督超过我。亲爱兄弟姊妹，咱有认出耶稣基督究竟是啥无？认出伊的身份。认出圣经对咱的印传，认出咱信仰的内涵，活出咱信仰应该爱追求的。基督是一个伟大的人，这是事实。伊是先知，伊是老师，伊是医生，伊阁有真侪身份会当一个一个摕出来。但是上界重要，伊是上帝的囝，伊是拄起世间人罪孽的，万物是照着伊所做的。活命源头是出自伊，受造的人伫真济事上会当对着得到人的帮赞，但是独独干那借着耶稣基督，咱才会当得到活命的救恩。独独干那甲耶稣基督三甲同行，你人生所有问题、苦楚、困难，才会当得到真正平安的解决。解决的平安，咱愿意互基督做你的主无？做我的主无？认出耶稣基督来，三甲阿头来祈祷。主上帝，你帮助阮，使阮甲阮同在，因带阮，互阮进入对着基督真实的人物，将基督应该得的尊严归予伊。
耶和华上帝啊，荣光拢归乎你，拢归乎你，无应该归伫阮。耶和华上帝啊，帮助阮，开阮的目睭，互阮真正认捌这个信仰的意义甲内涵，毋是建造阮家己伫地上的富足，乃是互阮会当活出上帝国百姓的尊荣，就亲像基督活出上帝国的尊荣，见证伊就是上帝国的本身。唯愿你伫阮的心中做这个工，并且做成，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恳求，阿门。毋知今仔日有咱心内兄弟姊妹无？啊无，咱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当心活出上帝的见证来，甲伊讲。咱感谢主的恩典甲疼痛，互咱会当伫个内面啊，借着奉献，这个时阵，咱要来敬拜上帝。亲爱兄弟姊妹，就亲像咱拄则所讲的，是咱有认出耶稣基督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咱有知影伊堪得受一切的尊荣甲恶乐。咱有安尼伫奉献的顶面来敬拜伊无？信仰是活命实现出来迄部分，才是咱真正的信仰。伫咱将着咱的生活出来迄个时刻，其实就是咧见证你信什么货，我信什么货。透过奉献。嘛咧证明我相信的是金钱，也是我所相信的是上帝的赏赐。咱3甲7日，同齐来吟唱诗歌，同齐来奉献。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创造我万物的主宰。咱着活到转来调基主的面，伊是掌管有着的。我的主，咱的君王，全地拢着跪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伊的权势只管无变。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传来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掌管你我生命万物的主宰。咱着活头转来调基主的面，伊是掌管有着的。我的主，咱的君王，全地拢着跪拜伊。我的主，咱的君王，伊的权势只管无变。咱着当心学了只管主上帝，伊是将我传代世间，咱唱出感谢。咱着吟诗伫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咱着吟诗，咱着吟诗伫圣殿来学了伊，伊是咱的主上帝。愿全能的主上帝亲自照着伊的应允所讲，差遣天使伫你的身边陪伴你，引带你。甲你同齐做伙，靠着圣灵的气力，征战，决得胜。愿圣灵亲自伫你的身边，加添互你权能气力，互你显明一切对天所来要赏赐互你的恩赐，通互你服侍，会当比进前更较水、更较完全、更较诚侪美好的祭献互上帝。愿基督的保护洗净你一切的罪过。才亲像伊所应允的，互你较白赢过世，互你一生的年日伫耶和华上帝面前得蒙纪念，互上帝的权能主爱保护、看顾甲引带，赐恩伫你甲你的全家，
叫你甲你的全家侍奉耶和华，世世代代无穷无尽。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咱今日第一堂崇拜就到这，愿上帝赐福大家平安。